嶺南天地係佛山一個必到嘅打卡地點，佢位於市中心，鄰近佛山祖廟。簡單啲嚟講，呢度係一個揾食嘅地方。呢度主要係堂食為主，亦都有啲其他地方揾唔到嘅小食。嚟到呢度，必試呢一間順德羊亭記啊！佢係一間百年老字號嘅順德菜館。呢度嘅古法鹽焗雞同魚皮角都係必食㗎，其他嘢食都唔會伏，可以放心一試。除咗揾食，呢度仲有好多歷史建築俾大家打卡。如果想買嘢，呢度都有唔少精品店，亦都有一個小市集。呢間文順老鋪係網絡瘋推嘅甜品店，特別係雙皮奶同薑汁撞奶。來都來了，我都一於唔好錯過。食後感，個人覺得有啲名過於實，錯過咗其實唔可惜。而且呢度價格其實有啲貴，味價比唔太高。喺嶺南天地，個人最鍾意係呢一間大良冇米粥。當時喺美團叫咗呢一個套餐，大推啊！呢一間唔止嘢食好味，最重要係呢度嘅職員會幫手煮好所有嘅嘢食。客人喺度真係坐享其成。另外，呢度嘅年糕非常地道同正宗，記得要加倍啊！